又係我 A 得黃美心同大家見面嘅時間啦。今集呢就想講下有關今年本來7月5號呢就話有大地震喎，有啲人就話有事，有啲人就話冇事。到底我點睇呢？嗱，因為之前呢，我就同一啲玄學家拍咗一啲節目咁佢呢亦都用呢個簽文呢去解釋咗某啲地方去得同某啲地方唔去得咁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啦。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呢個頻道。如果大家有睇開我個頻道，就知道我一直都係講真話，不畏強權，不畏打壓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行動嚟表示，撳一下訂閱掣，希望盡快能夠達到1萬以上嘅訂閱者大關噶。而且訂閱係免費嘅，撳個掣就得噶啦，何樂而不為呢？記得幫幫手啦！最後仲要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 呢條片。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呢個頻道嘅發展呢，希望大家用 Super Chat 又或者畫面左下角嘅 Pay Me 曲都可以贊助下呢個節目噶。之前龍樹亮就喺佢呢本我所看見的未來嗰度呢，就講7月5號會有大地震啦。不過唔知點解突然間就改晒口供，話7月5號冇事，係啦，7月5號冇事。咁係咪真係7月5號嗰日冇事啊？定抑或係基本上會有事，但係唔係7月5號呢？嗱，呢樣嘢就真係有啲詭異。點解可以咁講呢？因為可能呢，因為佢呢個嘅說法。係啦，呢本嘢佢所講嘅預言影響到日本嘅經濟，因為好多啲旅行團機票酒店買唔去冇人夠姜去啊嘛。係啦，講完之後冇人夠姜去，咁就逼住之後佢突然間發聲明話，冇事嘅，冇事嘅，會唔會係咁樣呢？有機會㗎，你知。即係每一個國家有啲乜安法噶嘛，係啦，會唔會因為咁樣而令到佢突然間改口呢？亦都會唔會有啲玄學家收咗錢改口好似七仙女話，大家可以放心冇事嘅，係7月5號冇事啊？定抑或呢一個2025年都冇事呢？但係最搞笑嘅係呢，龍樹亮自己出另外一本叫做《天使之遺言》所講呢。佢就冇撤回7月大災難呢個說法啦，但係佢就改口話呢，佢發夢嘅日期呢就唔等於事件發生嘅日期，咁嗰日呢就未必一定會出事，咁即係話都會出事啦，但係唔係 exactly 7月5號啫。較早之前我都係同一啲玄學家就拍緊一啲靈異玄學節目咁樣嘅，亦都曾經嗰啲玄學家就公開過某一啲地方呢會出事嘅，而有一個地方當陣時我拍節目嗰日呢係3月，因為一拍咗個幾兩個月嘅存貨，咁所以當日拍3月嗰陣時已經開示咗呢，有支簽有一個地方有事嘅，嗰個地方就係泰國3月6號呢曾經我哋係有一個節目拍咗，然之後呢就已經寫低咗，到底有啲乜嘢嘅地方會出事呢？睇翻呢條片，其實係3月拍嘅，3月頭拍嘅，當陣時泰國都冇地震嘅，而呢位玄學家呢，佢嘅占卜預測呢，就講泰國會出事。泰國當時3月28號7.7級地震，啲喺 WhatsApp 嗰啲朋友 group咁就話我想去旅行，咁我就話都係喂，唔好去啦，有機會會出事真係係啦。就有啲人話唔怕講啫，呢啲係咪咁有陣時啲嘢寧可信其有，就不可信其無。唔通明知你冚個頭埋去又話你有問題嗰度係牆嚟嘅，你都要撞埋去咩？冇可能嘅事，咁戇 Q 噶嘛，係咪先？咁另外一樣嘢，通常求簽呢，我哋係求啲唔好嘅嘢，求你好嘅嘢呢係冇用嘅，因為點解呢？求唔好嘅嘢呢，先至俾你知道咗點樣去趨吉避凶咯。
係啦，咁呢樣嘢通常都會有一啲簽文出現去講呢件事。咁稍後我再講一講呢，到底呢幾個國家到底發生啲咩事啦？咁已經應驗咗其中一個國家當陣時3月都未發生5月嘅泰國地震噶嘛，係啦。咁泰國地震大家都知道幾嚴重噶啦。咁當時3月嘅簽文已經喺圖中大家見到嘅。咁稍後再同大家講講。而其實啦，楊天命曾經咧喺個 YouTube channel 咧交保費嗰度咧，咁接受咗個訪問。咁佢曾經就話啦，針對7月同8月嘅地震咧，曾經占卜過2次，係啦，佢都占卜過2次。咁答案係咧，個天話有喎，係啦。咁到底如果你聽到呢樣嘢，個天話有佢占卜，你會唔會去啊？我就驚啦，係啦，有陣時啲嘢，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啦，唔好特登去衝埋去。如果出事嗰陣時，你香港人冇受過地震啊、天然災害嘅訓練，唔同日本人一有事就匿埋喺台底啊，佢哋有一個應急方案，有個應急包啊，唔同啊嘛，所以你冇理由特登去以身犯險嘅啫。咁楊天命就話啦，7月8月呢，又冇乜事就唔好喺日本啊，係啦。咁亦都自己講留喺呢個香港呢就會絕對安全嘅。咁 suppose 會唔會留喺香港一定安全呢？有啲人話香港都有地震噶嘛，咁但係香港嘅地震應該冇日本泰國嗰啲咁嚴重嘅。而另外一位日本高僧三木大雲呢就話啦，哇，好串喎！若然今年沒發生災害願意辭去職務。咁呢位高僧犀利啦，曾經預言安倍晉三就遇刺嘅，亦都喺 YouTube 講呢7月份呢要特別留意，因為將會出現呢赤氣，咁即係呢低空紅色極光啊！咁佢呢個現象呢，就佛經解讀呢就有特殊嘅意義，咁被認為係地震來臨前嘅先兆啊！估計呢7月呢就係太陽耀斑撞擊地球嘅高峰啊！有時候到了嘅意思，咁呼籲民眾呢就做好防範啦，咁確認逃生路線啦，咁防災地圖等等更加呢好串地咁講咁如果今年呢冇事發生呢，我唔撈，係啦。咁其實亦都有好多位嘅玄學家，又或者係一啲語言學家都話會今年出現地震，到底係地底發生嘅地震啦，定抑或有說就係話美國太空總署發現有粒小行星將會撞落地球某一啲地方而產生海嘯同地震呢？嗱，呢樣嘢就唔清楚啦，因為點解呢？好多嘢只不過係話有美國太空總署嘅報料俾某一個人，咁到底呢啲真正假呢？真係唔知。但係如果相信有事發生嘅時候呢，就會證實到呢啲嘢到底係真正假啦。咁所以好多嘢而家見到嘅都係靠占卜啦。咁占卜都係一啲你同某些空間嘅神明去做 connection， 然之後佢俾嗰個答案你噶嘛。有陣時覺得玄學就係一個非精密科學但係有一樣嘢科學你唔會唔信啦啩。咁其實日本鹿兒島對出呢個群島就係喺6月21號連續7日呢就發生咗500次嘅地震，震度呢由1至4級不等嘅，係啦。咁大家到底驚唔驚呢？咁另外啦，鹿兒島北海道亦都出現咗頻繁嘅地震6月19號呢就更加發生咗6.1級嘅地震嘅，而震央呢就位於根室半島南方沿海近呢1個月呢已經出現咗6次震度4級以上嘅地震噶啦噃。咁成日都地震，咁到底會唔會成日都係一啲細細啲嘅震，然之後有一次大嘅震盪呢？嗱，呢樣嘢真係會有啲擔心嘅，因為一旦如果發生咁高喺個海槽度嘅地震呢，唔單止地震咁簡單嘅，仲會產生海嘯，即係當年類似311嘅境況嘅噃。
而另外一位咧泰國嘅預言家派師傅咧，亦都係講過今年呢就會有好多土同水有關嘅問題咧，除咗地震之外咧，佢啲亦都見到會有啲地下地底嘅火山爆發啦。咁其實土同水嘅問題呢，而家佢哋喺國內呢，有某些地方呢應該係水災緊嘅。係啦，咁但係好似新聞就唔見報啦。但係我喺 Flash 各方面嘅資料呢，就應該有提及到某啲內陸嘅地方呢係發生咗水災嘅。咁而呢位派師傅亦都講5、6、7、8月呢，水底下邊呢就會發生連環嘅爆發嘅。咁其實到底幾時會真正發生呢？咁都係呢幾個月內發生嘅啫。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下呢幾個月會唔會應驗到個預言呢？講翻我之前拍咗一啲玄學節目啦，咁亦都係講翻有幾個地方師傅就話呢。冇乜事都唔好去啦，係啦，會發生有關地震嘅嘢嘅。咁其實呢，佢又 highlight 咗幾條，頭先就講過泰國啦，我哋3月頭拍嘅，係啦，但係見街嗰陣時條片都4月幾啦，即係過咗啱啱泰國3月尾發生地震，因為通常一拍就拍開個幾月嘅存貨，一拍幾集嘅，咁所以呢，當日出現呢條片嗰陣時呢，就啱啱過咗泰國地震。不過佢呢個預言就係有個觀音籤呢，就求到第77籤嘅。咁即係講呢，就夢中說事，事多財，就聲名雲外終虛來，水遠山遙就難信實啊！貴人指點就笑顏開。其實呢樣嘢呢，就佢師傅就解說呢，泰國有機會需要走難嘅，係啦，個籤文講有機會需要走難嘅。咁到底乜嘢去講到要需要走難呢？咁亦都係講翻而家泰國好多啲樓會震完之後裂咗冧咗咁啲人都居無定所啦，有啲需要搬離啦，因為有啲即係豪宅都突然間冧咗裂晒斷橋咁樣都發生呢啲事情嘅。咁所以呢，某程度上呢支籤文呢，都可以解釋到泰國當時發生咗啲嘢，有啲人都搬離咗佢原本嘅居所去咗第二啲地方暫住噶噃。另外韓國都係有啲問題噶，係啦，咁觀音靈籤佢裏邊呢，就66籤就路遙馬盈呢，就人行急，失群軍卒呢，就困相當嘆高風浪船卓破就日暮花殘天降霜咁亦都係非常之兇險嘅。而其實講緊呢，嘆高風浪船卓破係啦，有機會可能有水災啦，又或者係海嘯嘅風險而下邊嗰句呢，日暮花殘天降霜會唔會有啲室溫六月飛霜各方面嘅嘢呢？或者突然間個天氣本來係夏天嘅，突然間因為海嘯而變得好凍呢，都可能有啲機會嘅噃。而日本呢支籤呢，更加差，99籤立馬池邊直過來，半有憂危就半有災，恰似遭火焚燒屋，天降時雨當成災。哇，係有災喎，話到明咁遭火焚燒屋，然之後天降時雨就當成災，又火又水，其實都幾危險喎，亦都冇乜好嘢發生噶啦。老實講，咁大家見到呢啲籤文，老實講，有陣時玄學呢啲嘢呢，非精密科學啦，可以咁講。到底係咪100% 準確呢？真係冇人知嘅，係啦，要真係發生咗之後係啦，所有預言家嘅嘢都係啦，你發生咗之後先至知道佢準確噶嘛。但係如果你求籤知道有啲唔好嘅嘢，你係唔係應該趨吉避凶，避開某啲真係有問題嘅地方呢？
係啦，大家可以自行判斷啊！嗱，希望大家都冇事發生啦。其實最主要係咩啊？人冇事，係啦，你身邊嘅人冇事，你旁邊嘅朋友啊、親戚冇事，咁就最好啦。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安定嘅日子啊嘛。咁但係如果有啲咁嘅信息，係唔係應該話翻俾你身邊嘅朋友知呢？係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 forward 俾你身邊嘅朋友，話俾佢聽，喂，7月會8月會有啲咁嘅事喎，大家或者今年內會發生嘅咁嘅事喎。如果大家有啲行程上嘅去到大約呢啲地方嘅，係唔係應該避一避呢？係啦，因為去旅行，你今年唔去啫，你出年去都得噶嘛，或者你去第二啲地方都得噶嘛，起碼冇咁高危先，你去都去得安心，唔使擔驚受怕。嗱，節目嚟到呢度呢，最後我都要同大家呼籲一下嘅，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我希望盡快達到1萬嘅訂閱者大關㗎，亦都希望如果你哋有機會嘅話 ，super chat 我啦，又或者嗱，熒幕左下角嘅 PayMe 亦都可以贊助呢個 channel 嘅。熒幕嘅右上角有我嘅 IG channel 嘅，記得 follow 埋佢，我都係要人㗎。如果呢條片覺得好嘅話，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下集再見啦，拜拜。